台北市立幼儿园教保员毛俊新的性侵案，监察院早起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讲台北市政府无依法落实行政调查，对总立管有重大的威胁，通过纠正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需要教保员毛俊新性侵幼儿的案件引起社会注意，监察院伫咧随后公布调查结果，认为台北市政府无依法做到行政调查加对总立管。 无督促教育甲社政主管机关发挥跨局处协调联系合作，造成7大断点，和案件漏接有重大威胁。通过纠正台北市政府，我们其他断点从头到尾讲了2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第一时间没有落实行政调查，那另外就是教育局跟社会局没有跨局处协调合作。 所以我们最后纠正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自111年7月接到第一件通报案件开始，就无依法做到行政调查加对总立管。除了请台北市政府移除教育局加社会局的主管人员，同时也要求台北市政府法务部督促所属重新进行行政调查加司法侦查。在这些系统里面，太多断点，大家看到了，一个是法令的不足。 我们的性平法没办法用在幼儿园，因为它的定义对于学校，大家都认知只有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那幼儿园的孩子呢不适用。市府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与家长与孩子站在一起，我们以守护孩子的安全为最优先，在后续教育局在监察院的这一个完整的内容了解之后，会进行再更细一步的回应。 教育局是回应讲，已经全面实施10大真正方案，来作为当前处理幼儿园性侵案件的重要执行方针，并且重申已经全面检讨这件案件的处理过程，查清楚新旧法适用的范围所在，好以后袂再发生这种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